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1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连假最后一天，今仔轻度风台依规离台湾上近，愈暗雨愈大，气象局嘛针对11个县市发布大水豪特报。过来，今仔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一个5月份捌出现症状的个案，今仔嘛开放45岁以上民众预约头一剂 BNT。总统蔡英文相是谈话讲到4个坚持，中国国台办批评讲蔡总统鼓励台独西人对立。新闻开始，提醒观众朋友哦，轻度风台依规是愈来愈接近台湾，北部东半部风雨会愈来愈大，部分所在雨量哦会到600毫米。咱来看气象局最新的说明。圆规台风在今天下半天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北部、东半部地区，风雨都还会逐渐的增强。目前下午2点，圆规台风的位置在台湾的东南方大约41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持续朝西移动，会通过巴士海峡的南侧，因此气象局目前也持续针对巴士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我们同时也提醒大家，除了这些警戒区之外，其实全台湾的各沿海风浪都是明显偏强的。今天东半部跟西半部的天气差异相当的大。主要是因为目前台风在我们的东南方，那整个外围环流吹的是比较偏东北到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北部、宜花地区跟北台东都已经有显著的降雨出现。今仔嘛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哦，气象局提醒民众受到风台影响，愈暗雨势愈大。气象局嘛针对宜兰花莲等11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山区都要特别注意淹水、崩山、土石流。依规风台哦，会伫今仔暗时到明仔载早起，通过咱台湾南方的海面。明仔载哦，应该得来解读海上风台警报。空棒无生卡，却会当轻松软过实地落口，过无偌久，为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头家娘伫花莲台九线爬开卡一直落。双十连假最后一天，因为风台路过台湾南方海面，全台为好天气转变成靠风落雨，民众出去佚佗兴趣大大减少。还蛮烦的，因为连续3天，最后一天假期了。其实我们是环岛3天2夜，对，然后我们也当初出发的时候没有预料到会有台风，也不打算要取消，所以还是照行程继续走下去了。休假日有民众拍算也是要将行程加缓，不过也要注意雨哪暗哪大。气象局路径预报显示，依规伫11暗8点到12早起8点，上接近台湾本岛，已经针对10个县市发布变大雨特报，尤其宜兰花莲甲新北台中山区，要严防地灾性大变雨发生。圆规台风它影响最明显的时间，预计会在今天的下半天到明天的上午。提醒东半部、北部的朋友要防强风豪雨，而中南部地区的朋友也要注意强风跟局部的高温。在今天，台湾各地的风都已经逐渐在增强当中，其中在上午11点之前的观测，兰屿地区已经观测到了16级的强阵风。在日开工日，民众要有心理准备，伫落雨天上班。气象局有计，暴风雨伫12、24过了后才会管理，解读海上警报。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爱上班上课咯。高速公路局预估，今仔往返车流量哦，大约是普通时啊，拜6礼拜的1.4倍。上塞车的共款是国道5号雪山崩坑哦，要到暗时8点以后才较好行。10月70双十节这天，国道5号上北的车过道了后，就愈来愈多，一路塞到11半暝1点，连续塞12点钟。11也就是连假同尾一天，早起10点车就开始愈来愈多。高公局已经启动交流道的管制，还未到雪水崩坑外口，已经塞5公里远。早上10点左右就会开始有拥塞的情形，那预估大概是会到晚上8点左右才会逐渐得到疏解。那高公局在上午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高公局表示，要休假的这一天是因上北的车流较多，西部的国道差不多在下晡3点了后会开始塞车，按算到暗时6点、7点了后才会豆豆消透。在西部国道部分，国一大概是在新竹到湖口，以及南屯到后里，还有西螺到埔盐的路段
会有拥塞的情形。另外，因应圆规风台持续增强，国道1号汐止5股高架、5股杨梅高架路段，还有国道5号头城苏澳的路段，可能会看风速的情形，禁止大型的车驶入去，或者是封路等等。国公局提醒民众，要随时注意国道电子扛棒上新的资讯，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今仔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一个伫5月份捌出现症状的个案，又搁接受检验，结果验着病毒。这案是一个台北市内湖幼儿园的老师哦，伊住伫新北市，嘛考出98个接触者，其中有67个人爱居家隔离。今仔搁有10个境外病例，无人死亡。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我们今天是有1例的本土病例。有10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那0死亡个案。那这个本土的个案是40多岁的女性，她的 CT 值是34.9。那我们有采她的血清抗体，那目前了解她的 IgM 是阴性 ，IgG 是阳性。我们今天有在针对这个个案再度的做采检 PCR， 那 PCR 结果是阴性啊。目前是评估跟针对这个个案是属于旧案，但那这个个案因为他是一个幼稚园的一个员工哦，所以我们会针对相关的接触者来做匡列哦。那目前已经的接触者98人，然后其中67人列居家隔离，那1人列自我健康管理，那其余30人列自我健康监测。今仔全国开放第11期 BNT 疫苗头一剂预约，嘛开放45岁以上的民众拢会当来预约。台北市嘛开放68岁以上的民众预约做莫德纳的第2剂。第11期 BNT 疫苗第1剂开放登记，包括着45岁以上的民众、22岁到12岁民众，还有18岁以上第9类的对象。伫10月6号中昼12點進行登記選擇 BNT 疫苗的民眾，10月11號透早10點到10月13號中晝12點為止，讓人來到 COVID-19 公費疫苗登記平台來登記。初步統計有117萬人是符合着資格。另外，台北市11號9點到12號中晝開放55歲以上的原住民，還有18歲以上的民眾，是以台北市 COVID-19 疫苗登記系統來登記莫德納第2劑。13號開始會當來注射。一透早，都民眾是透過電話請民意代表來到3工上網來登記，嘛有民眾是到里長辦公室希望會當來協助。台北市的系統透早一開始有只卡，不過了是恢復，不過真濟所在攏已經滿了，敢若剩恢復會當來登記。花博爭豔館有中山區的花博爭豔館，那你可不可以幫我？對，我們現在趕快。另外10號出現一名1歲的查某嬰仔的本土案例，因為伊甲伊厝內的人是有抗體，算是舊案。不過嘛，好各界來關心講，這舊案疫調的必要性。有醫生都認為講啊，這間接性會篩檢舊案的疫調，在解封的階段是有一定的必要性。不過嘛，醫生認為講是無這必要。台灣還很好，就是說，目前你看每天發生這個案例不多嘛，所以我們大概不需要去做大規模的篩檢了。這個勞師動眾。花很多錢沒有那個價值。林英蓮認為疫情會一步一步來改善，不過短期內還是要注意防疫，並且盡量讓一寡老大人啊個防疫抗體較弱的民眾趕緊來注2劑疫苗，以免這感染也是發生到當前。記者張志雄、陳立峰台北報道。咱來看張總統蔡英文的相關談話，講到4個堅持哦，其中堅持中華民國甲中華人民共和國互相無隸屬。中國國台辦是真不滿哦，認為講蔡總統鼓勵台獨西南對立。咱個陸委會嘛再次強調講，蔡總統的談話是強調兩岸將來唔捌有任何的中屬的關係哦，這是事實，也毋過外界是有未少的討論。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總統蔡英文的國慶談話4個堅持之一，中華民國甲中華人民共和國互相無屬於對方，引發中國國台辦不滿。發言人馬曉光講，這個談話鼓吹台獨、煽動對立、掛念歷史，閣有顛倒事實，重申中國主權甲領土將來無分割，嘛絕對無允准分割。陸委會是再次嚴正聲明，堅定我方的立場。蔡總統國慶談話展現兩岸政策的一貫性，呼籲北京當局揚棄敵對思維以及以武力解決爭議的手段。我國家主權也絕不允許任何的惡意詆毀挑釁。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
110年来始终屹立不摇，两岸没有任何从属关系，这是事实。刘伟表示，政府的两岸政策无冒进无屈服，努力维持台海现状，呼吁北京应该务实面对蔡总统提出的4个坚持。但蔡总统的国庆谈话嘛引发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成的烦恼，无冒进无使人的原则已经破灭。两岸本来就是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现在这个中美这个关系紧张啊，台海关系严峻的时刻，蔡总统为什么要打破他的不冒进、不挑衅？这个有跟美方事先沟通好吗？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太硬了，但是它也有软，就是不冒进。但是这点美国人可能未必听得进去。你不冒进是一回事，那你挑起两国论，就是挑起美中之间的矛盾，也挑起两岸之间的这个冲突啊。学者但医生研判，未来两华共持的关系恐惊愈来愈严重，嘛，何必中台三方的结合关系必须关注。记者郭灿台北报道。昨伫高雄港边放双十烟火哦，计共是放2万粒烟火，30分钟的表演是真精彩哦。佮邀请当家奥运台湾选手做伙参加，也毋过因为防疫，即间来开放2万人会当到现场去欣赏，也毋过一寡景观较好的所在哦，拢有真侪民众去看烟火。这个暗暝，高雄港予七彩烟火照甲真光真水。今年闪烁烟火配合台湾民谣甲流行歌曲的音乐，佮有港岛独有的海景，买2万发的烟火嘛是历来上济。30分钟的节目嘛有双十节等等特殊的烟火，这摆活动。特别要感谢参加东京奥运的台湾选手，所以嘛邀请因来现场，甲总统蔡英文做伙主持放烟火仪式。这一次我们国庆焰火选在高雄释放，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见证，经过历任市长的努力，还有陈其迈市长更的加速推动市政，已经让高雄有非常不一样的崭新面貌。今年因为防疫，敢若开放2万人会当坐伫港边欣赏。毋过，亲像大港桥附近，有真侪民众是规家伙仔出动，甚至有人是对家己、对台北来高雄看烟火。我们中午就来卡位了，12点就来卡位了，等了9个小时。我们早上就来了，然后4点多才来这边。对埔里到西雅湾，规个高雄港周边，各有高雄轻体，拢是满满的人潮。闪烁烟火嘛，替高雄增加观光的商机。记者邓亚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咱再来看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前总统马英九昨午早起拢有做伙参加国民党的升旗典礼，嘛有去总统府头前参加闪示大会。针对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一中原则、九二共识。朱立伦是表示讲，两岸应该爱互相尊重。前总统马英九是真不满中华民国怎么亲像配角共款哦，伊嘛批评总统蔡英文，那这么讨厌中华民国，那无爱实质落台。手握着国旗庆祝中华民国新年快乐。今年双十国庆大典受到疫情影响，规模来缩小。不过，依然有1000位侨胞出席，其中178位来自亚洲，59位来自中南美洲，35位是来自非洲。特地注意的是，这位来自南非的侨胞本身就是设计师，这回亲身设计礼服，除了把国旗绣在顶面，以红色为主题，代表红甲真喜气。想念国家，那跟红色有关系，这样子。整个的搭配，还有喜气嘛，对，还有头饰就是花，就是代表说一个喜气，一个富贵，就希望我们国家风调雨顺。今年国庆的管理嘉宾包含台北市长郭文铁、监察院长陈菊、前总统马英九、前副总统吴敦义、陈建林等人。另外，新上任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受邀出席。对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着两岸政策的鼓气加重，并且对大家重新坚持一中原则、九二共识。朱立伦表示，应该秉持互相尊重交流。两岸交流要秉持能够相互尊重、相互交流。
前总统马英九认为，习近平甲9日共识甲一中原则并列，不过无甲两者讲做是共款的，也就定有保留求同存异的空间。不过另外一方面，也对总统蔡英文来质问，讲每一摆拄到国庆的时阵，身为主角的中华民国敢若变做配角。伊问蔡总统，若这么讨厌中华民国，那会是一落台？您为什么这么讨厌中华民国呢？如果真是如此，你还要勉强自己干嘛？为什么不辞职下台呢？对，保卫台湾这一定没有错啊，这没有错。至于两岸关系，我不晓得，现在我这样的，这看着办嘛，看这个随着国际局势在调整就好了。另外，总统蔡英文的国庆演说强调保卫国土甲捍卫主权。台北市长郭文铁讲，保卫台湾这一定无毋对。另外，时代力量党主席陈椒华必要请出席国庆的庆典，伊讲执政党应该赶紧来修订抗疫法，毋那只是话修法，却是无积极的作为。民众党是伫面册祝贺国庆，同时也指控执政党听力社会，甲反对者拢打着中共共路人的标签，呼吁应该赶紧化解国家治理危机，建立共赢的社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风台相关的消息咯，受到圆规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伫南市出现上强16级的阵风哦，6公尺悬的大影。今仔南市是停班停课一天哦，直到对下晡开始停班停课。宜兰落大雨嘛，传出灾情，清水第2公园的另外道路因为崩山，交通中断，大约有20游客无法度离开。宜兰县政府等下抢修哦。另外，龟山岛今仔嘛是封岛一天。宜兰县清水第2公园另外道路受到大雨影响，遍布土石骨落，道路受到阻碍。目前第2公园也有20多名游客受困，县府当咧抢通，予游客离开。台东县的离岛南市已经出现上大16级的强阵风，为了安全，县府宣布11南市停班停过一天。台东市的海滨公园即马风影也渐渐增强，不过也是有游客伫岸边看影翕相，海巡队加强巡逻，抗离看影的游客。拍照要注意一下安全，你不要靠太近。受到圆规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气象局已经观测到东部外海出现6公尺左右的影源。台东富港海堤海影一波一波拍像爆花。即摆风台大雨拄着8楼，伫富港渔港内堤排受到强大的潮水牵引，不时发生烧落。渔民烦恼入暝了后，港内风影会搁较大。半夜啊它会风浪会呈现比较大啦，又晚上比较少人，所以先把防台措施做好嘛。目前东部的风雨渐渐增强，海上的风影也那大，呼吁民众暂时离海岸较远一点以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外围环流影响哦，新店山区雨水是真高，有民众去尖石乡的太公野溪浸温泉，煞去拄着落大雨，溪水汹汹涨起，加强有来的人是掉伫野溪顶头的沙坡啊，目前警消是搁在抢救。对画面顶头会使看到讲溪水是真大，警消嘛无法度顺利通过去救人哦，抢救的难度是真悬，目前嘛搁继续在想办法，望讲会使赶紧把这来的游客拢救起来。再来看双十连假的头一天哦，有上万的游客前往台东的小琉球，因为圆规风台的影响哦，风影真强，有真侪游客哦，就提早要坐船转来东港。船公司表示哦，今仔会来开船班哦，甲3000外游客先再转来屏东。民众拖着行李一个落船，一透早屏东的东港码头船班一直来，甲游客为小琉球载倒来。受到圆规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小琉球前一天已经出现明显的风险，袂当互游客落海来耍水。加上烦恼船班有可能会随时取消，袂少人决定提早结束行程，倒转去厝。还是会担心啊，对，还是会担心。今天先提早回来。对，先提早一点点回来这样。都不能玩水上活动，也不能潜水，干嘛就提早回来？是有点啦，对，有点扫兴。船公司会在有估过3000外人伫小琉球，目前看起来阁还未到停航的程度。今天呢，一定会加开船班把大家安全的送回家。对着圆规风台的接近，花莲嘛出现一阵风雨。一早苏花公路崇德管制站嘛出现车流，愈到中岛车潮愈来愈明显。为汤远来民众烦恼苏花公路的风险，决定提早休假。你们要提前回去了？对。花莲火车站一早嘛，不少民众带着行李准备来坐车。有过中岛过了后，要倒转去工作的民众会慢慢增加。返工人潮预计大概会接近中午一直到晚上，
才会出现反攻的人潮。连假最后一天，圆规风台咧接近，花莲甲小琉球未少游客调整行程，提早结束假期，以免风雨来遐受困当地。记者花莲屏东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南澳的海边啊，昨暗传出10来个人其中有5个囡仔掉伫海石坑。昨暗因为风雨上过大，车根本无法度驶入去海边啊，所以嘛请求空勤直升机来协助救援哦。早起7点，总算甲人拢救回来，其中有一个有新的妇人人甲一个囡仔有淡薄受伤，送病院，其他的人拢无安怎，就直接登去处理。这边完蛋了。变速越野车卡伫河边大桥顶悬，海涌一直冲。7暗时11点外，宜兰县南澳新碧沙埔传出有10人受困海石坑，消防队接到报案，赶紧出动救援。是蛮近的，重点是我们有办法下去，他们也没办法上来。不过因为海涌伤过大，救援的车无法度入去，改为顶悬落去，佫拄到山坎，行动受阻暂停。宜兰消防局只好申请空勤总队救援，直升机为花莲机场起飞，伫透早6点顺利救出第一批民众。那空勤总队于早上6点6分有派遣我们空勤总队的直升机到达现场，那于7点有完成我们的那个吊挂任务，将16名人员全数都救出。早起7点外，16个人全部被人救出来，其中有11个大人、5个囡仔，其中有一个有心的妇人人。有心的妇人人脚部刺伤，一个15个囡仔头部刺伤，送去病院救治，其他人无什么要紧，由亲友接送离开，结束惊险的救援。没有多明显的大碍，然后目前在安全，所以在医院上观察几个小时就可以安全回去了。游客事后表示，因几个家庭休休出去佚佗，原本下晡就要离开新碧沙埔，不过因为别人的变速车卡伫山坡，才互因的车开不出去，只会伫遮等待救援。不过警消指出，因为迄时阵无宣布风台警戒，所以无发觉相关搜救费用可能会由政府来支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早起，台北内湖嘛传出灾情，伫新公路2段有土石啊放落来，去缀到3台停伫路边的车，加载是无人受伤。这是今天早上7点半发生的，然后8点我接到李明打电话给我，我就马上赶过来。有3部车被压到，都很严重。现在剩这一部还没拖走，其他2部都拖走了，没有受伤，没有受伤。这边水土保持，这个挡土墙是我上任的时候就做了。还好有做这个挡土墙，不然会更严重。当地里长嘛到现场来调查工哦，因为这3台车互土石啊地甲密密茂茂，警消是先甲路封起来，嘛调来大型的机械要来清这土石啊。呼吁民众哦，风台大风大雨佮继续的增强，所以出门就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看，昨下晡3点有一个伫台中和平马武半山丁沙口的挂草啊整理环境的工人去互芳定着，人是一直吐佮昏去哦。空勤直升机到现场救人，加在送病院急救了后，人已经清醒了。另外，伫大细山23孔林道的附近哦，有一队登山团落山的时阵，有一个山友无注意去跋落山，也毋过救援人员到位的时阵，这个山友已经过往了。好，保持这个高度哈，大概会离地大概80尺。空勤乌用直升机飞去台中和平的马武坝登山口，救援人员赶紧随工落去要来救人。这个着伤姓欧的男性，车站甲另外10个工作人员，伫台中和平区的马武坝登山口，要扑草扑出一条防火线，煞雄雄去互规旁的芳攻击。这个姓欧的查甫人去互芳定着了后，全唔知人，其他的同事赶紧通报，空勤总队直升机赶去现场救人。在现场，我们也发现了，它现场的斜坡地超过我们直升机落地的限制，所以我们决定了以吊挂搭配吊人的方式实施救援。苗栗大雪山伫车站嘛传出3人的意外，每个人脚步都稳哦。救援人员甲罹难的民众为山坎救出来。有一个登山队拢总6个人，车爬去大雪山爬山，原本按算5天4暝行程，因为拄着风台影响，所以因就提早落山。不过其中一个姓丁的民众，煞伫大雪山23孔林道9公里的所在，无细意跋落山坎。车子停在8.5K， 然后徒步进去。然后发现那个民众的部分，跌落约20公尺的溪谷里面，
已经明显死亡。台中市消防局表示，大雪山这条林道嘛号做西势林道，是要爬中雪山一定会经过一条路。因为这2天休连假，加上疫情解封，所以吸引袂少民众去遐爬山。不过提醒民众伫爬山进前，要是要做好准备，要有评估家己的体能，才会让避免意外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这2天欧洲有2件街头抗议哦。意大利的民众因为不满政府要强制执行健康通行证的政策，几千人上街头抗议，嘛发生冲突。另外，伫波兰哦，因为一份宪法法定新的裁决，民众是真烦恼，讲政府有脱离后面的拍算，嘛有几万人上街头来表示讲，因反对脱欧。警方向我今日示威者用警棍赶走，这穿白衫查甫人向前，也互人讲几下下。一天罗马一间病院的急诊室主任表示，一名伤者接受诊疗的时阵，有10外个抗议人士向冲击，院方只好限制进出。另外，有人分别冲起总理德拉奇的办公室。意大利主要工会劳工总联盟总部拢是为抗议政府这个月15正式实施，而且强制执行的健康通行证扩大到所有的工作场所。Il giorno di lavoro sarà il 15, ma il 15 lavorerò da casa perché già il 15 mi impongono di presentare questo lascia passare。相关规定之一是，若无出示健康通行证5摆，雇主甲员工会被罚款。伫公部门的员工应被停职。为对抗疫情，而且鼓励大家拢爱注疫苗。德拉奇今日热天推行健康通行证，也就是应证明至少做过一剂疫苗，体检阴性或者是染疫康复。加70，意大利12岁以上人口超过8成，拢已经完全做疫苗。不过反对派无认同政府通行证强制手段。劳工总联盟会长兰迪尼70伫罗马对支持者表示，相关措施是法西斯小组的攻击，无法度接受。伫波兰反脱欧人士号召之下，全国超过100外个都市向电响应，敢若是首都华沙都10万人上街路。这人的烦恼是来自波兰宪法法庭提出一项裁决，表示后面法律的主要条文甲波兰宪法受违背。有人认为政府好亲像准备脱离欧盟。Obawiam się, że mogą wrócić złe czasy. Te czasy były złe, kiedy nie było po prostu wolności. 欧洲领袖对这项裁决表示失望，因为这是拒绝欧盟法律的核心原则。波兰总理莫拉维兹基捍卫宪法法庭的裁决，不过也表示，执政党目前无计划脱离欧盟。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再来看奥地利的总理库尔茨伫初九宣布要辞掉总理哦，嘛提名现任的外交部长沙伦贝格接任。库尔茨伫2017年选调总理，是全世界上少年的民选领袖。也毋过伊执政4党哦，争议是袂少。最近嘛，因为涉嫌用公款未同民调及专家甲记者伫接受检方的调查哦，佮加上伫党讲要退出联合政府，库尔茨不得已才宣布辞职。全球上少年的民选领袖库尔茨初九宣布辞职，因为伊方指出涉嫌动用财政部经费操弄民调，高付钱要求媒体引用。虽然已经指讲家己是清白的，不过国会就安尼发起无信任投票。奥地利检察官初六突袭库尔茨所属的人民党几个有关的地点了后，甲人民党做联合政府的绿党就讲，除非换总理，那无就要退出联合政府。In dieser schwierigen Zeit sollte es jedoch aber niemals um persönliche Interessen, um Parteiinteressen oder politische Taktiken gehen, denn mein Land ist mir wichtiger als meine Person. Und was es jetzt braucht, sind stabile Verhältnisse. 看到都特别落台啊，库尔茨主动宣布辞职。其实这已经不是库尔茨头一摆落台。2019年，执政盟友自由党方爆出贪腐的见效台，库尔茨就要被迫辞职。结果今年大选，伊所属的人民党得到转胜，让伊顺利搁回来做总理。Sie haben alle mitverfolgt, dass in den letzten Tagen strafrechtliche Vorwürfe gegen mich erhoben worden sind. Diese Vorwürfe stammen aus dem Jahr 2016. Sie sind falsch und ich werde das auch aufklären können. Davon bin ich zutiefst überzeugt. Nun, diese Regierungskrise ist beendet. Morgen Mittag werde ich den neuen Bundeskanzler
und einen neuen Außenminister angeloben. Und die Arbeit für unser Land kann weitergehen. 库尔茨表示，52岁外交部长沙伦贝格将接任总理的职务，要么库尔茨犹原是替家己保留人民党党魁职务，该以党团领袖的身份展战国会。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译。再来看中东国家黎巴嫩哦，长期拢正欠燃料能源，初九嘛全国大停电。因的政府是去中央银行贷款1亿个美金哦，去买燃料。初十号才恢复送电，因的民众是拢真怨叹。电总算来啊！中央银行已经批准1亿美金的贷款，用来买燃料和电厂的当棒。黎巴嫩的民众长期以来常常拄着限电，即便自初9的全国大停电，迄当阵官方传出消息是讲电会停几多工。过来2座主要发电厂因为燃料拢无啊，顶礼拜就拢无伫咧等，要啊供电系统规个崩解，附加在军方同意启用军备燃料来到3工。贝鲁特伫咧过去半年来，逐工自半暝到透早6点拢限电，不过其实大部分的人一工只敢若2点钟有电通用。即便发生全国大停电，民众拢真担心。أوقات بضلني ل 3 الصبح 4 الصبح بالسيارة نايم لا تجي الكهرباء، شو بدنا نعمل؟ شو بدنا حياة صرنا فيها؟ حياة زبالة。燃料无够，发电的成本愈来愈悬，电无够用。黎巴嫩的电力部控制室伫去年港口大爆炸被损害，迄栋大楼到即马也是藏伫了远。微博报道讲，2间大发电厂无法度发电，其他发电厂无法度供应需求，像医疗体系这款关键基础设施欠电。黎巴嫩的经济危机，和世界银行形容是顶一个世纪上严重的危机之一。银行体系崩解，钱跌15倍。伫过去18个月以来，钱变薄欠燃料，差不多一半的民众生活真艰苦，真侪所在拢有民众站出来抗议。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过来新闻，咱来看新竹县尖石乡有一个姓齐的查甫人，昨下晡伫朋友厝里啉酒醉，一直去弄朋友饲的比特狗。结果这只比特狗掠讲去夹这个查甫人的大腿，后来血流甲上过济哦，这查甫人不幸过往。虽然农委会已经甲比特狗列做危险的动物，嘛禁止进口咯。也毋过目前的法律，这只夹死人的狗仔是无相关的规定，讲会当安怎来处理。这只彼得犬甲有本事的裤夹条条，就算主人安怎甲扣，伊都是毋放。还有另外一只乌狗，同款嘛是去互夹到流血流滴，就算路尾有剥开，也是救无转来。过来这几年发生几啊件彼得犬甲人攻击的事件，找走一个53岁姓齐的查甫人，去朋友因兜啉酒开讲，想袂到啉烧酒醉了后，直直创伫朋友因兜这只彼得犬，有甲伊主动，毋过伊先讲就讲毋听，结果这只狗雄雄起拱起来，怎甲伊攻击？我们把小狗绑在这个线，然后线很长嘛，然后它在这边，结果它可能也踩到，醒了他喝酒醉，我这边被咬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把它拖一直拖到那边。这个姓齐的查甫人，伊正边的大腿、大条的动脉，哪像是去互夹断去，致使失血过多。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阵，这个姓齐的查甫人已经无生命的现象，送病院急救也是不幸死亡。迄若共加这只加皮色的彼得犬，原本都用铁链绑条的，即马关伫铁笼仔内底，限制伊的行动。小鬼这里绑起来，你看那链条就很粗，开灯，对，没有灯。他就是喝酒，然后喝酒醉，然后他就过去，他第一次以为狗狗不会咬他嘛，然后他就第二次过去，然后狗狗就开始咬他。彼得犬已经去互农委会列作是有危险的狗仔。新竹县家畜所表示，因为目前无法源会当强制没收，除了会派人去了解，嘛会探问当事人，敢有愿意甲伊的这只彼得犬，互家畜所带转去安置。经济部国际贸易局伫8月中捌预告修正限制输入货品表，要甲彼得犬列作是管制输入的范围内底，按算上紧伫10月底、11月初就会施行。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凤山果菜市场附近的中仑一路，拢有人喺乌白倒垃圾，向路边的停车格嘛拢是垃圾。最近2档环保局嘛开出254张红单，罚30多万嘛已经造成环保稽查队嘛说行车记录器等设备要来加强处理。停车格顶悬的粪扫已经互清走，但看起来也是真太高，阁有一个臭味。这是高雄凤山果菜市场后壁中仑一路部分路段长期互乱倒粪扫，造成环境垃圾，互附近的居民真困扰。每天早上来，你今天礼拜天，你要早一点来，你看这边全部都是垃圾。早上差不多4、5点这边的时间比较多环保局他们抓的时间都是在差不多10点之后，就已经很少人在这边丢了。业者趁半暝偷倒粪扫，附近的居民每天一透早就会看到对面的粪扫满四界，臭味都会传来徛家也是公司内底。环保局无到2档的时间，就开出254张的罚单，总共罚了30几万，但也是罚袂了。假设手指摄影机还有行车记录器，包含那个可移动式的监视器，我们都会调角度。那最后我们现场还是有一些人在埋伏，就借由这种方式来。有一些民众会规避的部分我们可以来导正他的行为环保局表示，唔拿业者，阁有真侪民众趁买菜，也是因为无赶到粪扫车清运的时间，就把粪扫徛来附近乱弹。只要抓到，拢会当照废弃物清理法罚上悬6000块的罚金，提醒民众唔当贪图方便，互家己受罚。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来看花莲县议会观察联盟已经成立1档今仔嘛召开观察报告说明会。联盟指出讲，即马花莲上受到争议的，就是一寡重要的法案委员的讨论也是会议，拢无对外公开。联盟是强调讲，民众应该有权利来了解。为着要提高地方议会透明度，公督平伫2017年串联全台湾9个地方团体，成立全国议会监督联盟，简称全督盟。花莲是伫2020年加入的，成员大部分是在地公民或者是一寡 NGO 的组织。这1年花莲真侪争议法案，全督盟拢有完整记录，让民众知道说议会的这些相关的基本知识，然后其实也关注到说，其实花莲正在发生的几项大案子，包括说反捕风或是矿石税等等。其中花莲上受到争议的部分，都是议事敢若开放质询、甲法案审查。不过，各委员会讨论或者是会前会拢无对外公开，各界无法度知影内容。一些重要的法案，甚至一些重要的政策，乃至于预算的一些监督，事实上都会在委员会里面做一个起始的一些讨论。那这个专业的委员会如果没有开放让民众来了解的话，我们认为这还有很多的一些魔鬼会藏在细节当中。部分的花莲县议员有出席来肯定全督盟互议事透明。不过，资讯的公开有当时也不是议会摆做，是公务体系无法度配合。很多的资讯其实现在都需要透过电子媒体、网站公告，但是目前的公务系统还不习惯。他认为如果公告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更多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是还在努力的。全督盟强调讲，因为才刚成立尔，所以今年并无甲议员评分，什么人上好，什么人上歹。刚才公布这1年来观察报告，互民众会当有参与，或者是了解公共议题其他的管道。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民间团体要募集国内民众处理旧的无爱的鸭，要送到非洲来帮助弱势的学生囡仔甲民众短短9日就收到12000箱鸭仔，比本地目标6000箱加出1倍。伫非洲有真侪国家的弱势族群，因为散车买袂起鸭仔来穿，必须刷走弄入去脚趾头去检验着。若严重甚至会造成死亡，所以国内伫台中有民间团体响应旧鸭救命的计划，希望会当将台湾人的爱心送到非洲。不管是捐血啦，还是救血啦，包含我们偏乡的啦，还有比较贫穷的家庭他们每个分会都有在做社服。团队志工募集民众厝内伤旧、未清洁，或者是无爱爱的鸭仔，整理清气了后分类包装。这届伫9天内募集到我买12000箱鸭，比原本定的目标6000箱是加出买1倍。我们的募集目标从6000双到10000双，结果最后整理分类过可以使用的将近12000双。在过程当中学到，原来我可以把旧的鞋子把它再利用到
本来是不能穿，但是它有可能是小朋友脚长大是淘汰掉的嘛，然后他可以把这个鞋子再捐到非洲小朋友穿。这个要送到非洲的鞋啊，拢是民众热情观赏。除了大人的款式，也有人捐出来囡仔未穿除的鞋啊。透过捐鞋的救助行动，希望将台湾人的爱心送到非洲，帮助在地居民有鞋通穿，保护脚步，也改善卫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内部有一个农民哦，伊伫槟榔树仔下骹来种蝶仔花。伊讲哦，这款花伫市场的价销真稳定嘛，真好。伊做出成绩了后，嘛拍算要来鼓励一寡老大人，卖个种槟榔啊，会当来改种这种蝶仔花。屏东内部乡的青农强福会，几当前转去做事，说服长辈甲一部分的槟榔树撤掉，来大棒是种野花，佮黄叶季顶花，伫留落来槟榔树下骹也种野花。手上这个就是红姜花啊，红姜花它是典型的热带花材，主要分布在雨林的区域。我选这个花材原因是，它在市场上的价格其实还蛮好的。但是因为难种哦，因为它雨季下多一点的时候，它就很容易生病。野花适合伫屏东的气候生长，种作的时阵得爱注意排水佮压肥，因为产量无济，价销是袂歹。为着友善环境，这几年伊就使用光合菌，风天白藤害的效果是真好。主要就是因为它菌也有固氮作用哦，所以肥料不用施那么多。然后第二个就是。浓度用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取代一部分的化学农药，所以病害也比较少。野花一年四季拢会开花，因为色水是真水，所以过节时阵真受消费者的欢迎，价销也会特别好。未来伊打算甲槟榔树全撤掉，大棒式来管理这寡花，互花的产量佮品质更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1961年，天主教的传教士伫嘉义的鹿草开一间圣家病院，有3个捌到过国家医疗奉献奖的传教士，拢捌伫遮服务过。也毋过后来病院就无继续经营咯。最近是有民间团体望讲，会当甲这间老病院改做偏乡医疗博物馆。有的啊，那伊电话是20号，20号，吼。应有电话号码有地啊，手写记录药方。鹿草圣家老病院的收诊工作，除了内底，外口的环境嘛正咧进行。这间已经趴荒超过25档的病院，即马有民间协会开始整理，要来甲空间活化。遮真无简单，咱原本有一个病院，有一个教堂，有一个幼稚园，吼。这个病院的部分，佫查到讲有3个国家医疗奉献奖的得主，捌伫遮奉献甲服务过。因为早期没有健保，医疗费用非常非常高，那他去募集来了之后，就是，变成没有成本嘛，那就可以降低很多那个医疗开销，这样看，所以造福这边的人群非常多。这间1961年伫鹿草开办的病院，因为医疗环境的改变，趴荒超过25档。关爱各乡公共服务协会表示，有得到天主教家己教区的同意，暗算甲2楼转做医疗博物馆，1楼增做偏乡的在地医疗工作基地。一个起薪，互大家先建立起来，然后慢慢互附近的人对这有什么感觉，嘛好多个互大家来，若再做一个医疗的基地，也是教育基地，这是愿望啦，嘛是爱一步一步来。目前这个所在因为久来无使用，内底阁有真侪当初的医疗记录。关爱各乡协会除了收诊环境，嘛整理保存遮的资料。希望除了空间再利用，嘛甲这间病院以早照顾地方的故事，搁一摆互大家来知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屏东有一个九如专人照顾园区，最近正式启用，内底有健身器材，而且有中心哦，有囡仔耍的所在。这个园区是以无论什么年岁的人，拢会当使用的理念来拍造的。那么做伙来看卖。只有粗流笼含算球的所在，阁有真侪运动器材，看老甲子拢通做伙伫遮运动佚佗，是真新鲜的。这是九如专人照顾园区，设计理念就是要打造一个，互无共年岁的乡亲拢通同齐使用的空间。很不错，因为以前就是都要在九如啊带小朋友出去玩，都只能往户外跑。对，有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可以在室内，然后吹冷气，然后很安心的看着小朋友在这个环境。我们住在高速，在这边可以让小孩子放电，他觉得是很棒的地方，而且他的东西都很安全。
路一样，手肘没有动，对，手肘没有动，靠我们腰部的力量而已。有100年历史的九如国小旧校舍，重新整修做一搭专人照顾园区，室内室外拢有真侪活动空间。1楼是日照中心，会当看过适龄的时代。2楼是有运动空间和设备，佮请教练来带老人震动筋骨。3楼是亲子的空间，毋但有囡仔顾通听，佮有耍球和出流浪的所在，带囡仔来遮佚佗，父母就免伫外口的公园晒日佮烧热。我相信这个闲置空间的再利用，除了从健康、亚健康，或是失能身障者，或是从幼儿到长辈，是一个全人关怀的一个学习成长的空间。现代台湾社会囝是生少，又搁渐渐高龄化，这款适合无共年岁囡仔老人拢通互相看顾的照顾园区，也可能是未来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即摆疫情缓和，云林县政府特别针对草岭石壁社区推出相关的观光行程，嘛按说讲要甲遮来打造做心拿疗愈基地，互游客当来遮放松哦。最近嘛开课来培训导览员。详细听专业老师紹解各種食物。草嶺石壁社區導覽員加入山林甲保庇步道，因為自然景觀多元，有豐富生態環境，加上是地質敏感區，正適合繼續開發。雲林縣府將這步道打造做森林療愈基地。我們以前懂的只是一個皮毛啊，經過這麼優秀的老師來上我們課哈，感覺到真的是活到老學到老。这里以前的产业是怎样？这些都是知識性的，没有问题，这些都是可以讲。只是说我们最强调的是你在感受上面，我不要给你太多的知識性的东西，我就纯粹是让你在不同感官上去做发掘。雲林縣府文管處表示，即擺由代代專業師資以食物、談判、鳥類甲土地等真濟方面課程，培訓在地導覽員，希望結合當地永續經營甲發展。互因伫未來帶遊客時陣，應將在地環境特性，加教遊客進入基地，應放輕鬆來體驗。完成这样的一个导览课程之后，那搭配接下来整个就是疫情比较就是减缓的时候，大家来到草岭石壁，然后可以透过这样的导览，然后获得这个就是身心灵的一个解放。文管处表示，最近国内疫情缓和，真侪人拢用安心旅游。那游客就由五感体验活动，感受草岭石壁丰富生态环境，互身心灵得到舒压，也希望森林疗愈健康旅游，应加做社区经营重要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纽约的街仔路拢有真侪餐车在卖食的，干那伫曼哈顿路都2万外单。受到疫情影响，上班族拢伫厝里咧上班，嘛无啥物观光客哦。在打商哦，一年外来日子是真歹过。纽约曼哈顿是全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四季拢是大楼，不过最近人加真少，因为疫情，几落成为一个路边摆摊的业者影响真大。来自阿富汗的拉曼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也是有营业，不过即卖业绩甲疫情进前比是加真歹。本来按算讲到9月拢会恢复正常，结果发现甲想的差真多。There's not too many customers around because people working most from home, and the old building all of them is empty. And before the one building working more than 1,000 people, now working 100 or 200 people. 法新社报道讲，大纽约地区摆摊的业者差不多2万人，其中真侪拢是无其他方法赚钱的移民。拉曼20年前为了要毒品战乱，自阿富汗走到纽约，即马伫美国已经有3个囡仔。伊的单伫咧曼哈顿南边被听过菱形岛顶头，地点算袂歹。毋但伫咧办公大楼的出入口，附近还有地铁站加观光渡船的码头。Tourism way was good before. It used to be people come for a Statue of Liberty, and it's good. A lot of tourists like make 20-25%. I get business from the tourists, but right now it's nothing. 因为Delta病毒的影响，真侪人也是伫咧厝内上班，游客也真少。根据非营利组织纽约市伙伴关系调查，曼哈顿上100万的劳工，今年8月只敢若23%转去办公室上班。业者讲，到9月底也只敢若41%，是比5月时阵所有期的2/3少真侪。
另外一位摆摊的阿里讲，若是甲疫情拄发生时阵比，这嘛算是加正好。But the money was really in the beginning is really bad. Especially the city support us. That's a very good thing. Otherwise, like we cannot make the money I make it. I told you, like it's not even for the supplies. I cannot make money for the supplies. Since the schools are open, more people coming out, and the city was like especially city employees, they all come to work. And where I work, these buildings, that's like 50% come back. It's really much better, much better. 严哥拉曼无遮乐观，伊讲加减做，踮伫厝内压力颠倒大，也毋知要做啥。伊伫遮摆摊摆20几档，已经真惯势啊。伫遮大家也拢真熟悉，即个人希望一切拢赶紧恢复正常。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纳粹大都市幸存者死亡已经将近90岁，也毋过最近徛上舞台来演出家己的故事。伊讲这出戏要纪念当初甲伊杀落去死亡火车救伊一命的妈妈，甲不幸伫集中营过身的姐姐。响亮歌声伫比利时李杰明南无咧用的家具工厂响起，想要将观众诱到将近80年前迄一天，西蒙格罗诺斯基跳落去开往纳粹集中营列车惊险的时刻。During 60 years, I didn't speak about all this tragedy. My message is not a message of sadness, but of hope and happiness. 穿红色长裤、旧仔色碰色衫，要伫10月12满90岁，西蒙格罗诺斯基徛伫舞台读剧本，亲身参加这出叫做《杀个舞台剧》的演出。西元1943年11岁，西蒙格罗诺斯基甲妈妈阿姐，和德国纳粹掠去死亡列车，准备去奥斯维兹集中营。暗过中途列车，和迄个时阵的比利时反纳粹青年军攻击，列车被迫放慢速度。伊的妈妈杀伊跳车奔向自由。迄一天，233人跳车，西蒙正做最后118人生还者其中一个人。毋过，伊的妈妈最后伫毒气室内底死亡，也阁有伊的阿姊也伫集中营内底过身。I said this is an incredible thing to say, and I shook his hand and I said, I promise to write my next opera on your story. And that's how Push came about. J'ai beaucoup d'émotions et beaucoup de chamboulements à l'intérieur de moi. 西元1941年到1945年，德国纳粹占领欧洲，杀差不多600万犹太人。迄一天，西蒙的妈妈杀伊跳车。毋过也将其杀向甲亲人分开的命运。经过90年的人生，伊选择面对生命当中的遗憾甲悲痛，成做一个平凡而且伟大勇者。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已经秋天咯，也毋过因为美国这热人是非常热，伫美英州奥勒冈、科罗拉多甲东北新英格兰哦，树林有诶是搁真青，有诶是树啊拢已经打起咯。每当规模有几啊10个美金的秋天，看放啊叶的旅游哦，今年除了疫情，嘛因为天气应该会有真大影响。每年9月底，这么水的短色秋叶，对真爱大自然美景的人来讲，是一定爱去欣赏的。毋过，今年美国真济森林依然是一片青片片，连印州北部地区，树叶啊转做暖色调的比例也无甲70%。树叶啊色水的转变是环境微妙变形的结果。原本的幼长青叶的时间，搁较还是大水热天，会互树啊带来压力，互树叶直接打起落去涂骹。Pretty well fed up with the drought and heat, and probably won't give you much color. It's going to be more brown than any kind of yellow like it would hope to be. 今年热天就是安尼，西北太平洋超过43度的热浪，和俄勒冈州的新闻出现大气落落去的现象。气候变迁也会致使一边散布海棠一侵，加一批大北移。看无金黄色、红色的树叶啊美景，对观光旅游的冲击搁较大。以新英格兰地区为例，欣赏秋天的叶啊，每年互当地几个州带来观光收入有数十亿美金。You start losing trees to climate change. You know, that affects how well areas can regulate temperatures. And, you know, if you were to have a hillside full of happy trees, happy evergreen trees in the mountains, and then that all goes, you know, goes away from climate change, those trees were also helping with, you know,
preventing floods and things like that too. So it's all kind of connected in a very domino effect kind of way. 环保人士呼吁，这是专注林地保护加减少用石化燃料一个真好的理由。那咱能保持森林的完好无伤，也提供咱清气的空气、水源、清洁的森林，加秋天种种可能的灵感。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加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加28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加26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